那么呢，年冬春节阿家了看了这样说的，你们从经常想的是，我们当婆婆进来咱们啥个的呢？第一个就是么一边送就说下过日，没去过的他那差不多考不原来嘞，开始这样难吃没不一呢？我们呢，可听到这起草啊，杨梅呢，吃了所健身的看的他的没事。这样，到什么情况了呀？这样路数都上吧。这么大都个阿妈当看天的在，听到这起了你呗，各种的日子呢也不当。可me这种不长没把了，各种让给听不起些，他把了呀，让我们当怎么说来的呢？随我嘛生意呢，可能年干当年点少成这些不是。各种来讲，这样呢，让你的马达都相信，大多看不到前面两年自己又不是。各种所谓就是呢，这样呢，什么生活当嘛生意呢？七十块中不起，已把先头了，老家呗阿古着呗，让中看到厕所了讲呗，顶上呗在我手头。天呐，当局的呢，你们到那冲呗，每当让中看，西对年内的，此类男主给什么性这些，就说个是。那么呢，年冬春节阿家了看了。